管成功的路我歹行，不管风雨中阮安怎拍，不管过程怎样去变化，不管结局会变安怎，免惊，失败根本无算啥。青春少年兄，去歹去理想的脚步一步一步行。我不管别人怎样看我就是打拼做好你看。我的心头行，向前行，创造好名声。我不管头前风险偌大，我一定打拼做好你看。不管山会放，海会干，我会徛你这，唱我的歌。我就是打拼做好你看，我的心头行，向前行，创造好名声。我不管头前风险偌大，我就是打拼做好你看。不管山会放，海会干，我会徛你这，唱我的歌。我们可不可以再看一下他们的表演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要哎。好，请2位老师各自先秀一下你们的这个最拿手的，好不好？也是让我们最惊艳的台湾之光的部分。Can't be right here.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. I told you I changed,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. Know that I can'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. I need you to stay, need you to stay. Yeah.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. I told you I changed,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. Know that I can'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. I need you to stay, need you to stay. Yeah. 哇，好帅气，太神了吧！厉害！老师，你有几只手啊？哦，厉害厉害，太厉害了！雅文老师为我们讲评。我真的很难想象哎，我觉得今天的表演吼，互我的感觉就是我拢唔免听耳机，唔管讲主唱叫恁唱啥拢无关系啦。我的目睭看拢是吼，郭老师啦，然后赵老师啦，哈，因的表演哦。那我觉得怎么评呢？今天都是冠军，然后都是世界冠军，然后你知道吗？我看到哈，我看你两个表演，目瞪口呆。我觉得真的，真正人讲江湖一点决，啊，实在讲诶，你要讲破无要价值，迄无一定。真正因爱苦练出来，苦练出来的。然后你们今天的表现会让激励很多的孩子，觉得说，我以后要跟他一样漂亮，我以后要跟他一样帅。就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棒了，台湾之光，我觉得真的太棒了，真的太棒了。谢谢谢谢，我们接下来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真的觉得哦，看到你们的表演哦，还有溜溜球哦，我都觉得当歌手实在太轻松了。报告那是扯铃，超扯铃。比较大的溜溜球。你的年代叫溜溜球，你的年代叫溜溜球，溜溜球了。我们现在这叫扯铃，抱歉抱歉，给我剪掉。啊，大年初五嘛，开心就好。他本来要说陀螺，干肉哦，干肉，哎，干肉。反正呢，看到你们两个就是
感觉即使这个已经学了很多年哦，还是每天要很谨慎的学习哦，不然没有办法持续的，感觉上是这样哎。然后就会觉得，就是这2个就是急救章学会的这2个还要唱歌。今天这2位唱歌人哦，如果有唱得好，就老师带得好啊。然后看到2位那个专业的表演哦，应该会激发我们很多歌手在演唱的一些想象。谢谢，谢谢。